嗱，呢個香港家庭福利會咧，哇，有呢個叫香港家庭幸福指數喎。咁咧早幾日咧公佈咗2026年啊個整體得分係6.09分，屬於係一般嘅水平。咁佢指出咧，較2024年嘅6.06分咧輕微上升咗，即係香港人啊個家庭幸福咗啊。其實呢啲數據咧真係冇乜點樣體現，冇感覺出到嚟嘅。佢話咧，雖然個整體變化唔大，但係咧反映家庭幸福感咧都係處於平穩狀態。嗱，唔知佢點樣釐定呢樣嘢啦。咁呢個調查咧，其實喺今年年頭嘅時候進行嘅。咁啊抽樣啦，同埋固網啊、手機啊，訪問咗咧2000幾名18歲以上同家人同住嘅香港居民意見。咁其實啲問題都涵括咗啲家庭團結啊、家庭資源啊、健康啊、社會聯繫、社會資源啊等等，生活平衡呢啲咁嘅話題嘅。咁最近咧有一個議題咧就叫孤獨喎。嗱，唔知你會唔會一個人嘅時間感到孤獨啦？咁咧原來有近20%人都達到呢個臨界點啊！喺全球公共衛生關注咧就調查咗今次加入呢個孤獨嘅相關問題。咁結果顯示咧有19.8% 受訪者咧覺得係孤獨喎，即係每5個香港人咧就有1個覺得自己係孤獨啊，比例咧就較全球平均為高。咁相對性地啦，調查呢個指出孤獨感較高嘅受訪者咧，其實嗰個家庭幸福指數就係偏低啦，反映住兩者有明顯嘅關係咁話啊。嗱，有時咧聽你啲朋友啊傾下偈都聽到人講㗎啦，即係好似唔係有冤無路訴，係有啲心事啊，或者有啲嘢想分享講俾人聽咧，又即係好多人都唔想啊，因為唔知而家個世代咧係咪淨係鍵盤戰士多咧？咁啊講咗出嚟，好似啲人咧冷感啊，冇乜情感咁嘅，又冇乜反應俾到你喎。咁同埋加上玻璃心啦，講啲好嘅嘢，咁啊即係你又妒忌人哋啊，講啲唔好嘅嘢又覺得即係總之個心理好似好唔平衡咁啦。即係我覺得人哋串緊你啊，影射緊你啊咁樣咯。咁所以咧導致咧好多人個情緒發泄唔到啊。嗱，除咗運動可以出身汗啦，可以發泄咗啦，放鬆咗自己之外啦，其實有時咧傾偈咧都可以即係釋放你自己個情感噶嘛。原來有近24% 嘅人咧表示唔願意啊向屋企人傾心事啦。咁當中有1成人咧甚至乎係唔願意向任何人，包括屋企人啦、朋友啦，甚至乎 AI 即係上網傾偈分享情緒咧，即係都唔願意啊。咁咧就其實推算緊香港有52萬人啦，係處於孤島嘅孤立狀態。我唔知點解咯，我發覺有啲人去到中年啦，即係可能好多嘅唔同嘅遭遇啦，令到佢咧唔想同人溝通喎，即係覺得呢個世界好複雜啊。係啊，即係有時講多錯多，嗱有時講嗰個就冇心，聽嗰個就有意，所以即係人咧就係咁複雜嘅動物嚟㗎。但係咧始終人要同人去溝通，先至抒發到自己嗰個情感啦、個情緒啦。所以咧調查都有講嘅，家庭相處嘅時間同幸福感係成正比嘅，即係每一日同屋企人去傾下偈啦，相處嘅時間咧可能閒話家常啦，1個鐘到2個鐘，其實嗰個幸福指數已經可以提升㗎啦喎。咁有人陪你傾偈、有交流、有溝通嘅時候咧，你個孤獨感就會下降啦。嗱，再深入一啲咧，就係講緊呢個經濟狀況啦。貧富嘅差距擴大咗，所以中低收入家庭嘅幸福感下跌。嗱，成日講呢啲數據啊，咩經濟啊、錢咧，我成日都話唔好講錢噶啦。錢咧，金錢係最邪惡嘅、最敏感嘅。你同任何人講咧，佢都會有代入式嘅，因為你唔知每個人個標準噶嘛，每個人個值係喺邊度。你講得多咧，人哋又覺得妒忌你啊；你講得少咧，人哋睇唔起你啊。即係唔知點解，我覺得好多人都有咁嘅心態。咁講到錢咧，佢唔可以好理性啦，去判斷同埋正視呢個問題嘅。嗱，家庭收入同埋幸福指數咧，其實係咪成正比咧？某程度上都係。咁咧就個差距進一步擴大咗添。嗱，月入少過4000蚊同埋月入超過10萬蚊嘅家庭咧，嗰個幸福差距指數就係超過1分以上嘅。咁亦都好現實啦，係咪啊？生活就係需要用錢要使費噶嘛。咁連最基本生活所需都未滿足到嘅時候，咁個幸福感就一定係爭啲噶啦。咁最值得注意咧，就係月入略低過本港中位數啊，即係3萬蚊嘅家庭啊。其實佢嗰個幸福指數咧，自從2019年開始都持續下跌，今年咧錄得5.96分啊，低於整體嘅水平。咁啊，香港百物騰貴，大家都知㗎啦。嗱，即係呢個物質都反映到個幸福感喺邊度個位置嘅。
咁相反咧，年齡層嗰度啦，18到39歲嘅組別啊，個幸福感有所回升喎。嗱，啱啱講翻有一撮人咧，佢點解要孤獨咧？佢就係連上網啦，做呢個鍵盤戰士佢都懶啊。AI 都取替唔到即係傾訴人嗰個角色啊。咁你有時睇呢個 YouTube 咧，有啲日本係咪好多唔同嘅職業啊嘛？佢就係陪一個人出嚟，真係食飯去傾偈啫，純粹去傾偈啫。你諗下，日本呢個民族啲人個內心咁壓抑啊，佢要揾人傾偈去抒發佢內心嘅情感啊。咁我哋香港人就都幾西化啦，都未至於去到咁stubborn嘅地步啊。其實一般年輕人咧，大概40%咧都表示願意向人工智能咧去傾心事嘅，即係有個渠道講咗出嚟，抒發咗。哎呀，我終於講件事俾人聽啦。咁如果唔係 AI 嘅，其實咧揀傾訴對象嘅時候，一般都係揾朋友噶啦，即係熟啲嘅朋友啦。有啲就揾屋企人啦。咁始終人先有情感噶嘛，你揾個 AI 揾個電腦嚟同你傾，暫時我覺得呢個 moment 咧係完全未取替到即係人嗰個人際關係嘅，即係呢個係一個重要嘅角色嚟嘅。嗱，最尾倡議每日咧相處2個鐘，咁促進呢個家庭健康。其實譬如有啲家庭真係好忙，星期一至五即係要做嘢啊，做到好夜，翻到嚟又瞓咗覺，朝頭早又即係翻咗學咁樣。咁咧理論上星期六日或者一個禮拜點都係一日休息㗎。其實最健康咧，心理就生理嘅健康啦，都係認為家庭推動呢個家庭健康，一家人去一齊相處最少2個鐘啦。咁起碼有10至15分鐘係深入嘅交流，有呢個話題上面嘅聯繫啦。咁能夠減低個孤獨感嘅，即係你同人講嘢，你已經覺得嗰個關係 close 咗啦。有咩共同話題啦，甚至乎有啲咩問題需要人哋去俾意見你啦，幫你解決啦。其實咁深化咗大家嗰個關係，同埋咧就減少孤獨感嘅。嗱，同時地咧都建議政府同埋啲機構加強支援，特別係咧協助比較少接觸數碼科技嘅人士啦。有啲人真係唔識用電腦噶嘛。咁係咪有個電話啊？請個社工同佢傾下偈啊，亦都係一件好事嚟喎。你見到啲義工有時去老人院啊，係咪同佢哋啲老人家唱下歌啊、交流啊咁樣。咁呢啲活動都係生活嘅一部分嚟噶嘛，即係人唔係一個機器啊嘛。咁始終咧每個人個性格都有唔同嘅，有啲人好 open 啲啦，有啲人好內斂嘅、慢熱嘅。咁視乎翻個個人啦，即係你自己揾翻自己舒服嗰種感覺、嗰種狀態就最理想啦。嗱，點樣有幸福感？幸福咧要自己追尋嘅。咁我成日都講啦，金木水火土，做人咧唔係淨係有錢就叻晒啦。可能你生活裏邊生命裏邊咧，亦都有唔多唔少嘅或缺啦。可能你好有錢，但係咧你就冇乜家庭嘅，冇時間嘅，直情係飛嚟飛去全世界，係咪啊？周圍去美酒佳餚都試過晒㗎啦，但係就冇家庭生活咯。咁有啲人咧就好多時間陪個仔女嘅，陪住佢成長嘅，咁你咪錯失咗揾錢嘅機會咯。人生就係咁樣㗎啦，要有得取捨，有得選擇，就係最理想嘛。最緊要調節自己嘅心態。何謂幸福呢？你自己個人去衡量、去判斷、去感受出嚟㗎嘛。所以咧，做多一步，有啲問題就向人哋請教啦，善意嘅提出啦，交流去溝通係好緊要嘅。咁你習慣咗咧，慢慢久而久之咧，你就會 feel 到呢種幸福感，唔再孤獨㗎啦。